位劲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天青，欢迎收看今天的劲爆视频采访栏目。俗话说啊，乱世买黄金。2026年呢，又是充满市场变数的一年，黄金的趋势一路走高，那这背后到底是机遇还是陷阱呢？再加上全球 AI 的热潮，那我们传统的避险资产是否还能够继续站稳脚跟呢？今天啊，我们有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呢就是著名的财经评论员王冠一教授。对，你好，是啊。对，今天呢，我们由他为我们拆解经营走势背后的底层逻辑。王教授常年为中国日报英文版、劲报、经济日报、投资洞察等多家媒体撰写财经评论，还主持过 Now 的财经台、环球金融快线、亚洲电视国际财经视野等直播节目长达10年，可以说啊是功底非常的深厚了。王教授您好。你好。近期啊，市场波动加剧，黄金和白银再次成为焦点。那我们看到金价在过去啊是屡创新高。那请问在您看来，支撑这轮贵金属牛市的背后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是单纯的避险，还是货币的整体的体系正在发生一个质的改变呢？好，这样子，我的普通话不太灵光啊，那我允许我用那个廣東話來回答你啊。黃金嗰個上升咧，唔係最近嘅，係由1971年呢個尼克遜廢除咗嗰個金本位，即係個 Bretton Woods 嗰陣時開始。咁嗰陣時咧就因為35蚊美金可以換1盎司黃金，其實最早係22蚊美金係換1盎司黃金嘅。但係因為咧法國佬咧就要攞翻好多金，所以用22蚊。美國頂唔順咧，就其實係美元貶值，就用35蚊去 fix 咗呢個黃金嗰個金本位個價。但係因為越戰之後咧，美國咧就好慘冇錢，咁唯有咧就廢除咗金本位。咁你廢除咗金本位，人哋就會諗一樣嘢，就係話 OK， 如果你唔係行金本位嘅話，如果你美元唔係同黃金掛鈎嘅話，即係你可以攬印啦，係咪？你攬印咧，即係代表個貨幣嗰個貶值速度係相當之快嘅，可以啊。咁所以咧，由嗰陣時開始咧，就已經係黃金開始慢慢已經開始升。咁加埋呢個灣區嗰個石油危機咧啊，咁所以咧石油禁運危機咧，所以令到咧就開始通脹嚟。咁嗰陣時咧，啲人因為讀書，你覺得買商品，因為係貨幣貶值啊嘛，所以咧我要保值，所以咧我就要買商品。嗰陣時嘅諗法係咁樣嘅。咁啲人就開始買黃金，咁一路買咧，買到1976年嘅時候 ，IMF 咧國際貨幣基金會咧就開始沽黃金。咁美國咧就進入咗呢個滯脹，滯脹就更加係。啲人啊更加會買黃金啦，因為你貨幣大幅貶值嘅時候，你黃金就升得快啊。咁啊但係去到呢個1980年嘅時候咧，因為頂唔順啦，嗰個美國咧就列根總統咧就話要出一個指令，就係咧只可以沽唔可以買啊，即係一個黃金，即係嗰啲 precious metal 貴金屬市場只可以沽出唔可以買入。咁黃金咧就即時最高去到875蚊，即時跌咗落嚟。白銀啦去到50蚊咧，跌到最終剩翻5蚊，即係跌咗90%嘅。所以大家要睇歷史咧，就係要睇到黃金升到咁高嘅時候，譬如而家5000蚊，你會唔會有呢種戒心咧？即係你要睇歷史之後你就明㗎啦。好啦，咁之後落咗嚟，1980年嘅1月唔準買紙樽，唔準買紙樽賣個金咪跌咗落嚟，咁一路咧就跌到。去呢個大概係1985年嘅時候咧，因為咧你嗰個滯脹咧，美國需要大幅加息。嗰陣時 Paul Volcker 咧就聯儲局嘅總裁或者主席咧，或者行長嗰陣時唔係叫主席，咁咧就話要大幅加息，加到去20厘。20厘嘅時候，美元就係咁升，美元係咁升咧，咁你嗰個黃金咪係咁跌啦，係嘛？咁啊好啦，咁但係咧就美元係咁升，就對呢個
美國嘅出口啊，因為佢嗰個時都係好大嘅工業國，你睇 G7 以佢為首嘅，咁好大嘅工業國咧就之後咧就發覺唔對路，因為我哋個市場咧俾日本仔搶晒。嗰陣時嗰個美元對日元咧，日元好似係超過200日元對1美元嘅，咁咧就出現咗咧1985年嘅 Plaza Accord， 即係廣場協議，就一定咧就要逼日元升值，美元要跌，咁美元咧就大幅下跌嘅時候，嗰啲金都係冇乜點升嘅，都係慢慢嘅啫。咁但係咧去到呢個跌得太急咧，你知道嗱，好似今次咁啊，即係我哋讀歷史就好似今次咁，美元特朗普話我唔理美元跌啦咁樣，你唔理美元跌好，如果美元跌得太急嘅時候咧，係對美國嗰個美元嘅信心好大影響啊。咁咧佢哋即係就出現咗我哋叫做 Laval Accord， 即係羅浮嘅協議，就想托翻啲美元上去，但係個市係因為你冇可能以一國之力能夠喺個外匯市場嗰度呼風喚雨，咁所以咧就托唔起嘅，咁所以咧就個美元咧係繼續跌落去。咁但係問題係咁樣啦，你個市場一傳到話個美元再跌多30-40%咧，啲錢一定走嘅，啲錢走咧就出現咗1987年嘅股災，即係呢個係因果嚟嘅。1987年股災啲 yen 咧就翻返去日本，咁日本啲錢就走去買咩？買股票、買房地產，就出現1989年日本嗰個成個地產市場同金融市場爆煲，爆煲就我哋叫做迷失30年，衰到而家為止。咁所以咧呢個市場咧，大家必須要留意，即係嗰個歷史嗰個演變係點樣嘅。好啦，我哋講翻黃金咧，就係去到呢個1999年嘅時候，黃金咧係跌到落去250美金一盎司嘅。咁嗰陣時其實都未到250，就係因為嗰陣時又係出現一個叫 Plaza Accord。Plaza Accord 咧就又係廣場協議咧，就係15間中央銀行一齊去沽黃金，因為佢哋覺得個黃金係冇乜用嘅，即係美元先有用，咁咧就沽。咁但係嗰陣時我已經叫人哋喺報紙我都寫咗係白紙黑字，我話10年黃金夢似於遲，你哋買黃金咧係250蚊、280蚊美元對1盎司嘅黃金，你哋買10年之後你就知道發生咩事啦，係嘛？咁個黃金咧嗰陣時15，咁啲人就話15個央行喺度沽，你就叫人買，你係咪傻噶？黃冠一咁咧就好啦，個金咧就真係一路升嘅，慢慢升，我去到 now 嘅時候，2005年咧個黃金已經去到成560幾蚊啦，升咗1倍。咁我亦都叫 now 啲觀眾話你哋買黃金，仲有1倍升嘅。咁就個金咁啊，因為點解咧？你要諗一樣嘢就係我哋讀書本，當啲貨幣貶值，你就去買實物去 hedge， 即係去做對沖咁去做套戥。咁你如果啲央行沽黃金，你就以為啲黃金冇用，唔係，呢啲係表象嚟嘅，呢啲全部都係表象。好啦，咁其實個黃金嘅真係起飛嘅時候係幾時咧？其實就係2022年嘅2月呢個俄烏衝突開始。咁俄烏衝突開始咧，就出現咗咩嘅現象咧？咁你知道咧？你頭先都講亂世要揸黃金，係嘛？亂世揸黃金啊！如果黃金嘅升跌其實好多時同利率嘅上升或者下跌，同貨幣嘅貶值或者升值咧，唔係太大嘅直接關係嘅。黃金嘅升咧，主要就係個地緣政治嘅問題咁地緣政治出現問題咧，個個都揸金。嗰陣時越戰好多人都揸金走嚟香港啦，買黃金啦，係嘛？咁所以咧喺呢個2022年2月開始咧，個黃金個升幅就開始。咁嗰陣時開始最大嘅問題就係拜登咧就將俄羅斯踢出去個 SWIFT 咁踢出去個 SWIFT 嘅時候，即係我啲錢交收唔到，咁我點算啊？咁嗰陣時啲人開始去諗就去美元化，中國都開始諗所以先至有金磚5國開始諗，啲人就存自己嘅金磚5國有自己嘅貨幣或者咩。咁呢樣嘢咧就係觸發咗黃金真係爆升嘅開始。嗰陣時就係咁樣。咁2022年之後個黃金就一路升，咁加埋
你美國或者係歐洲啲國家咧，你凍結咗嗰啲俄羅斯嗰3000億美元，咁你會去諗，如果我揸美元，我係咪好危險咧？我啲仲要我揸美元擺喺你嗰度，係咪好危險咧？唔係你可以唔俾翻我㗎喎，係咪？咁我寧願走去買金啦，係嘛？咁所以咧，中國咧由嗰陣時開始，其實都唔係2022年嘅，一早其實中國已經諗到咧，就係一路已經將個美債一路減持。中國本來係持有美債全球持有美債最多嘅國家，超過12000億美元嘅，但係而家減到落去得翻少過7000億嘅啦。咁佢而家全球排第3，日本排第1，英國排第2。咁大家可以知道，我哋中國嗰個部署，我係即係開始係叫去美元化，我唔信你美元，因為加埋你特朗普咁樣嘅特性嚇，咁所以咧就形成咗咧個美嗰個黃金咧就爆升。咁加埋你而家你睇到最近嗰個，譬如係我想搶格陵蘭啊，我老劫呢個委內瑞拉嘅總統馬杜羅啊，係咪啊？我開林肯號去波斯灣啊，咁你見到一個我搞呢個和平委員會，即係講特朗普，我搞和平委員會，其實我係一個唔和平嘅人啊。咁你可以知道咧，個世界將來會立亂。咁所以個黃金咧就係咁樣咧，就係由即係一步一步咁樣飆升上去。咁啊飆到而家5000，今日做5200幾啊，即係期金。現貨金都係5200幾嘅，差唔多5300蚊。咁我覺得你唔好問我頂，因為我師傅教我，你千祈唔好估頂，因為你唔知個頂喺邊嘅。咁啊，所以我哋要講一講。你問我黃金，我就只可以講黃金不嬲都係 medium of exchange， 即係一個所有嘅物與物交易嘅中介，白銀都係。嗱，你而家曾幾何時，我哋俾呢個八國聯軍啊，或者咩，我哋喺清朝俾人恰嘅時候，我哋賠錢咧賠白銀噶嘛，係嘛？所以黃金同白銀咧，呢啲咁嘅所謂嘅 precious metal 咧，其實都係等於全世界認可嘅貨幣嚟嘅。咁你話係咪而家買？咁再諗咯。好，謝謝王教授的解答。那現在啊，很多投資者有一種位高心理，他們看着高位的金價而不敢下手。那想請問您認為當前的金價是否已經透支了未來的利好？那如果一個普通投資者現在進場，他是盲目追高呢，還是一個合適的上車機會？呢個係好問題嚟嘅。買呢啲咁樣嘅貴重金屬或者係商品咧，其實係唔係見高追高嘅。咁你當然喺個市場裏邊有幾種人嘅，一種憑住賭博嘅心理，我買我升我賺咗我走噶啦。有啲係 speculator 嚟嘅，即係我睇準咗，又睇技術分析啊，又睇啲乜嘢，睇一大扎嘢，跟住自己個腦筋開始又轉完之後，我呢個價應該入嘅，咁我睇到咩價我就走噶啦。有啲咧就盲目嘅，盲目啊衝入去，買完之後，輸嗰啲通常都輸到好慘嘅。有啲係投資嗰啲咩，做呢啲咁樣嘅貴金屬，甚至乎所有嘅商品都係。你係要 hold 一個 cycle，hold 一個循環。喺個循環嘅底部或者佢啱開始嘅時候咧，你就要入市。咁你可能要揸5年、10年，好似黃金嗰陣時99年我叫人買，揸到而家好多年啦。甚至乎10年前14蚊銀，我好多人都知道我叫人哋買銀㗎啦。而家賺成8、9倍啦。咁你嗰個係個 cycle 嘅開始，即係嗰個週期嘅開始。咁你叫人買。你叫人買咧，咁你一路就揸住佢當一種投資，但係你唔可以當黃金啲人而家好啊，我係咪走去買？你如果黃金你去炒賣咧，你係會有機會咧係輸到焦頭爛額嘅。你睇下1980年1月，呢個列根可以話你只可以沽出，唔可以買入。咁你嗰下跌落嚟，如果你揸咗50蚊揸100蚊，你剩翻5蚊，咁你心理上唔係話你冇錢，但係你心理上好難過，係咪？1933年羅斯福係沒收晒啲金，你揸金啲金俾人沒收，你揸金係犯法嘅，係嘛？1911
1913年、1917年嘅時候，老羅斯福又係咁樣啊，佢又係你揸金我沒收，仲要沒收埋你啲銀，就俾一個價錢你嗰啲銀要同我換，譬如而家係110蚊美元對1盎司銀咁，你60蚊同我換，即係咁樣。你可以輸喺政府嗰個政策嗰個決策裏邊，所以咧銀做乜嘢都好，呢啲咁大風險，其實好大風險嘅，而家好大風險。你喺低位買梗係冇風險，呢啲咁大風險咧，我係唔建議啲人衝入去買金啊買銀嘅，因為你唔知幾時特朗普會發癲。係啊，我係覺得個美元應該跌啦，但係我唔中意啲金升啊，我唔中意啲銀升啊，咁咪可以我有前科啊嘛，有老羅斯福，有小羅斯福有列根，因為佢好崇拜列根噶嘛，咁啊如果列根我只準沽唔準買，咁你哋嗰啲揸金揸銀嗰啲咧就輸到好慘嘅啦。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唔好去高追。咁當然啦，你話我買咩好啦？我建議你哋買啲金幣啊，譬如1盎司嘅黃金幣啊，買10個20個，你又睇下你個能力啦。啲銀幣啊，買啲儲喺度，因為亂世裏邊，當紙幣唔值錢啊，你攞個金幣攞銀幣出嚟就值錢㗎啦。咁呢個可能係好長遠嘅嘢，冇人知道聽日會唔會打仗，冇人知道會唔會世界大戰估啫。咁但係問題其實世界大戰打緊㗎啦，只不過咧就係話你要有防身嘅嘢。你攞啲紙幣可能唔值錢，你攞住啲美金，我有10億、20億美金，你擺喺美國，佢可以凍結你，你嗰啲錢唔係你嘅，你攞唔到出嚟嘅。但係你可以買100個黃金嘅金幣，或者1000個白銀嘅銀幣1盎司嘅，擺喺度存喺自己嘅夾萬裏邊。嗱，呢啲就係可以做防身嘅啫，就我覺得唔可以炒賣咯。看來這個對金的投資還是要基於一個自身情況的選擇。對對對。